别再拖下去了，开始吧。你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，为何还要留守？任务的目标是消除河，不关旁人的事。是暗河列阵曲，川门暗河绝不轻易用阵，一旦用阵，哼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阵法，原来是粗制滥造了几个冒牌货，还敢在这里现眼！我这剑仙的弟弟，就来教育教育你们。哼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有形无神，比我姐姐差远了。 那敌曲可以强催境界。哈哈哈！假剑仙那也是剑仙。暗河这么多年来一直模仿和研究这几位，就算比不上正主，也足以以假乱真。